如果團體用戶想提交水上運動嘅團體預訂申請，可以喺登入賬戶後撳設施，撳團體預訂，進入預訂申請頁面。團體用戶可以揀唔同嘅預訂計劃，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，揀水上運動。團體用戶可揀艇類，例如滑浪風帆，揀水上活動中心，揀設施類型，揀艇種，揀已使用時間。團體用戶可以揀繁忙時段或者所有開放時間，揀預訂嘅日期。可預訂嘅日期會因應團體類別、預訂計劃同已使用時間而有所唔同。撳繼續，揀需要申請嘅日期，揀需要預訂嘅設施數量，揀時段。團體用戶可以揀一個時段或者連續時段。撳搜尋，團體用戶可以揀指定嘅星期，例如星期一及星期五，或者喺日曆中揀需要預訂嘅日期。撳顯示所有，可以睇到所有可供預訂嘅段節。團體用戶亦可以刪除不需要嘅日期。團體用戶亦可以喺同一個預訂申請中添加多個已使用嘅日期。撳加入以新增另一個申請期。撳申請期2，重複以上操作步驟。確認所選擇嘅日期後，撳繼續。填寫申請人或聯絡人嘅資料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輸入電郵地址，揀活動負責人數目，團體用戶可按需要提供1至3名活動負責人嘅資料。如上欄嘅申請人或聯絡人係其中1名活動負責人，就唔需要喺此欄再次重複填寫佢嘅資料。填寫活動負責人姓名，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，輸入電話號碼，填寫課程名稱，填寫用途，輸入預計參加人數，揀會唔會向參加者收取費用，活動會唔會帶來其他收入，活動中會唔會展示或者使用或升起國旗、區旗及或國徽、區徽，活動中會唔會奏唱國歌，會唔會租用擴音系統，如適用。撳繼續，核對已填寫嘅申請資料，閱讀並同意聲明，
禁提交係同一個申請時段、設施類型同場地，團體用戶只可以提交一份預訂申請。預訂申請已成功提交。禁返回團體預訂，團體用戶可以禁一般團體預訂計劃。禁水上運動，禁查看已提交的申請，搜尋已提交嘅預訂申請。禁申請編號，就可以睇到已提交嘅預訂申請詳情。